門嘅水晶富豪。大哥，你好，明哥，咩事？今日翻咗好多冰鮮喎，靚嘢喎，有咩好介紹啊？今日咧我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富豪嘅番茄紫紅參魚好啊，整嚟試下啦。好，即刻開始做。哇，球哥攞個鑊煎，會煎得靚啲嘅係咪啊？人哋俾個煎湯煎，我又俾個鑊煎因為我哋呢係傳統嘅做法嚟㗎而家咧煎得差唔多啦，講個出嚟先。在1974年，第一次在东南亞打自由搏擊就得了冠軍。1980年，打贏了日本重炮手雷龍，接着連續3年打敗所有日本空手道高手，贏得全日本自由搏擊冠軍，绰號魔鬼金龍。好，差唔多啦，依家差唔多啦，都係公道性啊！哇，幾靚係嘛？係色香味俱全喎，球哥。好，歡迎咧大家嚟我哋富豪海鮮酒家，品嚐我哋嘅深海紅參魚。